是哥哥，唔晓动。我是弟弟，唔晓坐。欢迎收看《修行的迄一天》。大家好，我是俊杰，我是一个庄脚囡仔。我厝内底是大人用台语教我行、教我讲话、教我认捌人情世事，所以台语成做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阮呢想要找找到伫咧台湾农村内底会晓讲台语的台湾囡仔，对因来去体验因修行的迄一天。恁看边仔风景这么水，你敢约得到我即摆人伫底？这咧是台东的鹿野，我有熟悉到两个真活泼的兄弟啊。听讲因兜有种非常侪物件，唔知影这个季节有啥物物件通好修行的，行，对我来去看卖啊。嗨，奇奇糖糖。我马铃薯啊。啊，该摕啥物工具吗？免拢伊迄用迄学的啦。哦。我用大机，用小机，你用手。你咧找马铃薯的时阵，你咧看着遮伊有一个枯枝，结果，而且，所以甲骨落，掀开。哈，哇，嘿，往后就等哦，哈，嘿，哦，你目色较好。恁两个就开始用手甲伊掰掰。我掰，感觉有。有吧？呀。母鼠，这是母鼠，迄只唔是。啊，母鼠是啥？就是马铃薯啃久啊，比如讲，这有腐叶，这嘛有腐叶，就甲伊切半。以后要种的时阵，你就挖空，啊，甲一边蹬去，安尼以后迄腐叶的时阵，伊就会对土内面走出来，安尼就会变一个蜘蛛，那个都空。啊好啊哈，有老高的。搁无咧？这个有。这，我试一件。啊，但是这样要注意，你安尼摕咧啊，安尼对，莫对遮安尼落去哦。安尼扑着马铃薯吗？对遮。好。对啊。就较大力，更重力。而且呢，好，我呀，无，我无看到。能够检查一下。你这个还袂用呢？无，这拄只挖开啊呢。here，有啊。有。金试试。啊，毋过互你扑一半。啊，笨菜，青菜，细粒的嘛是爱捡起来。这。有吧？哈，应该有足济哦。你家己摕看卖。这。好啊。应该是。好啊。耶呼！互你去看我种。好，你即摆带我来看恁兜有种什么菜。好啊。啊，这是我的爸爸。Hello。啊，请问一下，啊，你这的田拢种啥？哦，即摆即地哦有两地拢种马铃薯，遐最近有蹦叶啊。啊，这就是迄个马铃薯，这种马铃薯叫做南蕨马铃薯，北海道出产的。这种伊较好食，袂安尼受伤，就是安尼撇。啊，这是我的弟弟。你不要客气啊。请问你迄班啥物菜？番茄。啊，为什么这茄啊会生到安尼？来，我去检查看。应该是伊本来的问题吧。有班看卖。这个班。啊，无好办吼。好，起来啊。其实你上介意来遮办啥？啥物拢爱办。所以只要会当修行啊，你就做介就对。但是这小事袂当办。所以爱找较大的就对。嘿，我已经办3个啊。你哪办遐紧啊？我较办2个尔呢。你这是啥？菜头。白菜头，伊足细只。哦，够细粒的。
哦，这粒较大粒，这是嘛是有加一样啊，对吧？毋是，迄毋是有加戏，这条是火车仔行过的所在，嘿，因就是互火车仔切着、哦，搞着，所以就会变安尼。这是咩仔菜？咩啊才红色的啊？伊是假色的，迄嘛拢足水的呢，对啊，这拢是。一蕊一蕊那花咧，外口伊会变老，对毋对？然后就甲伊剪掉，足够工的。足够讲啊！你看，哦，全部拢是你要剪到当时，啊，那恁平常是会剪只较烂去的吗？嘛是还好哦。如果有较济时间，我就会先甲较大片的叶先甲伊挽掉。哦这样是啥？这张是乌丁啊，伊个国语叫做龙葵，伊个叶会当食。这是糯米椒，这有一个果实，对，安尼。你敢介意来产的？其实是还好啦，啊，无你较介意创啥？我较去做一寡物件，比如讲就是我最近想要实施一个计划，就是我要做一台迄个用茶做的迄个回音机，哦，你要做回量机？就是用迄个树顶甲伊安尼缩缩的。用来啊，甲伊安尼，甲迄个甲伊转一下，啊伊就飞起来迄种。即摆我才画好设计图尔。你画好设计图啊？啊，所以你的设计图即摆放伫放伫厝的吗？对啊，放伫厝啊。哦，安尼等下你敢会当摕互我看？好啊。好啊，你等下较摕你的设计图互我看。啊，彤彤，恁是为地搬来台东的啊？阮是对桃园的龙潭，就是拄来的时阵，我想讲奇怪，你啊住遐久，为虾米要转去龙潭？哦，有一寡时间感觉袂惯势，但是开始熟悉遮的时阵，我就感觉遮嘛其实嘛袂歹啊。比如讲，伫都市对毋对？你住一个社区大楼对毋对？啊，你隔壁一间厝的人，甲你完全拢无熟悉，但是遮不管是住甲足远，了解伊足熟，我这边放对，我放来就好吗？应该是放咧啦，你先放咧。嗯我现在就嘛要载转去，内面就是阮柴烧晚餐要用的食材。迄一天的台语课，这是桥啊，桥啊，这是马铃薯，马铃薯，这是车龙，青龙，这是塔马豆，塔马豆，这是红的咩菜，红的咩菜，这是青的咩菜，青的咩菜，这是荷兰豆，荷兰豆，这是乌丁啊，乌丁啊。你要算啥？这个啦，这较粗的爱伫头前，哦，你就要两边拢掰开。你甲写一个互我看。哦，安尼嘛对啊。这里哦，这支就这该个直接倒来。撒出去。毋是你讲真不错啊呢，是叫我咧叫的声吗？好，那我们上去预备 go。等下，小等我者。咱即摆是要爬去地啊，为啥爬这种山咯？去恁的秘密基地，这嘛伤歹爬啊嘛！这足惊的呢。这是拢，恁是定定爬遮吗？已经定爬。哦，有够歹爬。糖糖，琪琪，恁拢无爱等我。恁家己即马走来遮，你倒伫遮敢有输是？加倒一条纸，恁两个输啊？加到一条纸。你输啊？你要找倒位？哈哈，安尼够悬啊无？安尼较飞较悬啊！啊，你头种的遐济物件咧？
的物件，就分去送互别人，无就是别人要来买啊。啊，有啥物你要分去送互别人？阮义务，你拢摕啥物物件甲别人交换？我无哦，阮拢摕农产品，你拢摕恁的农产品，啊，你有收过啥物物件？有香啊，鸡卵糕啊，我较爱食发棍，发粿，发棍哦，我听做发粿。你发粿啊，你发粿啦，迄个小张，你这边是爱为外口开啊？这两地敢歹开？然后摕啊，摕一块就好啊。摕一块就好啊。哎，拢共款嘛。差不多啦。阿姨，你摕咧？阿姨底下 ，Hello， 有挖一些那个受伤的马铃薯。那个安全品分享。所以是黄爸一直定定送物件来遮互你嘛，就是送引导的。我们比较像是互相，所以就像是我做面包跟他们换食材。所以你几岁来遮的？2岁，两岁，爱怎几岁？今年8月要11岁，要11岁啊？安尼恁熟识几年啊10年哇吧，啊没？10年哇8年哇。 8年哇！你感觉台东有啥物吸引你的所在吗？就是有足个所在通好走啊，都是着空气较无好啊，空气较无好啊，我会鼻就上啊，就是所以你袂想要搬出来，想要较热闹的所在啊？较热闹吵的啊，哦，所以你介安静的所在就对啊，较点的。较点的。啊，就是你介安静的所在，还是较热闹的所在？安静的所在。你嘛介安静，嘿啦，会听啦。啊，你介台东吗？介。阿奇。来，你我等下。 2、3。哎，我画，你画。1、2、3。啊，同行咱叫要倒。阮今仔要去浸温泉。这有温泉吗？你看，有嘞，现在有。你看遐溪边。哦，所以温泉是伫溪边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安尼咱落敢歹学？有一寡别人已经学好啊，但是如果你想要别困，你就爱找一个天然的，无就是你要家己学。哦，家己学嘛会使。对啊，会使啊。你会当家己试看嘛？伊这个河道会因为落雨改变。请问你们要走了吗？哦，因早啊，这台要走吗这？台嘛要走啊。爱行这远吗？错一条。咱比一下。啊。对了。我是爱叫这条车啊。啊，这都有温泉。呀，对。最上大的家，你学好会冲掉哦。最小大阿姨，伊去的本身是土。哦。土。啊，逐工水拢会遮大吗？因几工无落雨，就袂遐大。你看，哎，这个。我走出来。什么造出来？爱是生做什么款？考古学家。亮盆的也造出来吗？我无看到啊。安尼哦，敢学会着伊？应该是看到有人咧学，伊就会走去啊。哎，你做啥抓着啊？啊，伫遮，伫你的棚手指头啊棚内底。是哦。对，这。我抓着，呀呼！你遮做细只的。伊要开始做事啊，伊要安尼，啊是无？啊哈，死翘翘的蛇，你看，哦，真的呢。你甲伊抽出来。无，我唔敢。迄是
我嘛唔知啥物大，要大颗好啊，我可能唔知是用天时还是安怎。哦，跟他说，无代志，无代志，去当小天使。有水果啊，后边有水果啊。我无在你有免逗你家讲，我逗你家走去。哎，他敢会打？哎，较爽快啊！咱袂当讲泡温泉，是浸温泉甲洗温泉。咱伫台语用泡的无，是伊会发生一寡变化，像你泡茶无，你若茶心淡落，伊会产生8项物件出来，所以迄是泡。泡啊，所以咱是浸温泉甲洗温泉。哦。我头一摆来呢，你常常来遮吗？即摆较即嘛？少，啊，真正咧，真正有时间就会。有时间就。来。哎，你去收大港啊！哎，脚只片毋是头。好啦好啦好啦。哎，糖糖，爱对遮讲什么回乡机的设计图，你看入来？我毋是甲伊放伫遮，伫遮，我看。啊，娘话，你画到遮幼咯，我当作是凊彩画画的尔。你介绍我听，你这只回乡机需要什么物件？阮兜有足侪迄个废迄个竹蜻蜓，竹这蜻蜓，餐椅头前迄个。伊的迄个扇叶。哦。这个长木板是伊的地基，就是要连这个，就是要甲这连伫遮嘛。哦，安尼你足有规划呢？你甲规只回乡机的坐零件啊，拢甲画伫即张图。对啊。啊，你为虾米会想要做回乡机？就是最近雄雄收到啊。雄雄想着。对。雄雄想着，啊，你着甲画出来安尼。对啊。来，咱来看相伫照卡。相伫咧照卡，我来看卖咧。这是我妈妈伊即马咧煮的物件，应该是咖喱，啊这是。是番薯条啊。不是番薯条哦。红凤菜。红凤菜。啊，你有捌到遐未？啊袂。啊袂哦，好。看起来足好食的。对哦，这是咱家己种的马铃薯，甲恁今仔日去买的迄豆啊。哦，荷兰对哦。你敢知妈妈煮的菜？呀，就是好食甲讲袂出来是啊。安怎好食？哦，对，好食甲无话通讲。对啊。所以最爱食妈妈做的菜。对啊。哦，好。哇，阿慧。感觉有开心。弟弟，啊，看你自己分我。安尼开心歹去啊！哦，分到我拢要流目屎啊！这家己袂晓会吧？这是啊，坑女内底吗？这火是爱对遐个茶吗？安尼就好啊。安尼就好啊。我背了。你用滴滴。真是啊，安尼较来。好。咱两个做一人一支。你嘛做个起火啊？啊，恁这天气敢是拢安尼最近啊？最近啊，对啊，拢是下早拢足热啊，天望着冷到要死无就是落雨。啊，你较介意落雨，还是较介意出日头？落雨。你较介意落雨？你落雨的时阵，你就是雨伞就好嘛。啊，但是你伫大日头的时阵，你穿啥物遮阳的时阵，会愈来愈热，因为伊足高。哦，你嘛是会热就对啊。我嘛是热啊，我嘛不是迄外星人。分一个目睭拢要贴袂开。啊，这个造势拢烘啥？烘山珍肉嘛。我来摕肉，这肉已经有生过啊。这边你看，这已经熟啊，这还未熟。那是我靠炒火的。所以爱变啊，较袂炒火。不是，你爱换一个位。我肉看来都好食的呢。好，爱紧变。本来就好食。有变吼。有咧变。安尼敢我会伤大粒啊，炒炸。甲刷者。嘿，刷。
敢好食？你要这个切较细块？你袂伤细块吗？对，因为我因为我拢切做大块，好，安尼我搁甲切较细块。我想讲，咱就切较大块啊，大家。我爸爸拢切遐贵。我想讲，安尼大家一届就当食较济啊。平常时咧帮人客切的时阵啊，你敢会偷食？人客咧切。哦，人客甲会切。对啊。啊，你敢会伫边仔偷食？当开动啊！啊，为了没有叔叔在头前遐好啊，啊，是你坐到后壁的输点咩事？好啊。今仔真足欢喜的，咱来到遮，甲恁做伙食一个足澎湃、足青菜的暗顿。所以我想讲，无我即马现场的即兴嘛，我来唱一条歌互恁听。好。阮是山谷来的一个花仔，幸福过日子，逐工笑哈哈。阮是山谷来的一个花仔，知足过生活，每日笑哈哈。啊，爸爸，咱像你敢会足食的用厝边头尾啊来遮做伙食饭吗？偶尔啦，都去了一个月较摆，一个月过来摆。就像拢去人兜食，今仔去杰米因兜，嘛拢会做食去因兜食。哦，所以就是无一定固定一个所在。啊，无去国宏因兜。所以恁的厝边街道嘛，拢是为保卫刷来遮大的嘛。对。因为对台北嘛，哦，你台北。我感觉是遮生活较步调较慢、较快乐、较无压力。阿你拢有啊，阿你拢有无共款尔，啊，做一个你欢喜干完就解决了。哦，做家己欢喜的代志。哦，对，正确啊。今仔日一天安尼落来啊，我感觉因伫遮生活是非常快乐、非常简单。只有人甲人做伙，你才会当感受到温暖。我相信黄爸爸因伫遮嘛感受到真侪温暖。像我今仔日下暗甲因做食饭的时阵，我就会当为因规家伙仔咧讲话的时阵，也是因咧笑的时阵，嘛会将迄份温暖、迄份幸福带来到我的心内，互我嘛感觉温暖，互我嘛感觉幸福。咱行来呀，咱行来呀。你在念啥？图完了。伊讲，伊顶个带迄个翕相的一个阿姐讲要完成泥巴大战，敢想带伊？带伊。啊好，我看伊是啥，后就是即个翕相的迄个叔叔。你讲安尼，你淋水尔吗？对啊，淋水啊。应该是啊，对吧？对。伊爱摸起来什么感觉？羞羞。去摸。咦？因两个咧，泥巴大战哦，咱两个向较边啊。